赵志刚，听说您最近录了一盘磁带，是不是？对。里面唱的有流行歌曲、王梅戏，还有沪剧、粤剧、西剧，还有我们的评弹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我们的评弹好听不好听呢？真心话啊。非常的动听。非常动听。那你演唱了评弹以后，觉得有什么感想呢？因为我觉得呢，一个戏曲演员吧，那么对于自己的演唱来说呢，更多的应该吸收其他剧种的好的东西。那么我觉得评弹的曲调非常优美，它的韵腔啊、唱法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。哦，怪不得你那盘磁带上就是写的多才多艺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今天演唱的也是杜十娘。对。刚才那个陈芝老师唱的真是味道好极了，接着就听您的了啊。我本来呢已经是那个班门弄斧了，那么陈芝老师刚才唱了以后呢，我心里更加紧张，所以呢可能待会儿还要忘台词儿。我给你填台词，你别慌啊，请。志在风舞，飞絮飘零来收啊！青绿几几飞。金钗不卷去都日光啊！在青绿识得够李公子，你比谁生呀有梦亮，他是说生去离后看，双双月下斗上江，那是娘女儿把情勾发，连累阴身大比枪，拿下个句儿听得魂不知，口恨等都司机呀车有
众生哦，讨破人啦。十郎君呐，我怎当初不知己，原来你是假心人，一片白红妆啊。几十年已经年把100牛来100香，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，把一件也桩桩都是家人里人，一心上后方一起富王呀。情侣女子早起手她一匹浪花是苗忙回沙里生，薄情